好多謝 K 叫我去演繹呢首歌咧，令我對自己都嘅人生都有提醒翻好多嘢啊！今晚又嚟自 Winnie 嘅點唱，佢好想將50-50送俾自己聽，嚟勉勵自己，亦都想 Winnie 哥解釋一下呢首歌裏面嘅意思。孤單一個鐘，流着未乾眼淚亦強悍，全力去擔當。Winnie 哥變身王子話，講講呢首歌嘅意思咧。上次你望住塊鏡最沮喪嘅時候係幾時啊？還望有天轉，你又對住塊鏡同自己講咗啲咩呢？面對好多嘅心結或者難關，其實係一種心態。當你年過半百，走過高山低谷，更加明白唔係乜嘢都可以順順利利嘅。雖然有必須面對嘅前路，但原來簡簡單單亦都可以好滿足㗎。高峰人生低谷，人生裏再發，全部明白了，其實愛無缺少。高峰人生低谷，如果前路係一場50-50嘅機會，好與壞，得與失，喜與悲，就好似我哋喺度拋緊銀仔，玩公定字，我哋無從選擇結果，但我哋永遠可以選擇用咩嘢嘅心態去面對啊！其實內心很多，人生從來都唔係非黑即白，高峰同低谷都係必須面對嘅風景。成熟係學會混沌中保持溫度，身處低潮仍要努力穩定咁前行。面對夕陽，我哋可以悠然靜待星光嘅來臨。高峰人生低谷，人生又要出發，全部明白了，其實如果下一步係未知嘅50，點解唔擁抱住呢？最好嘅50，最快樂嘅50，最積極嘅50，最有希望嘅50，穩住心神而繼續前行。今晚嘅節目又結束啦，聽晚同一時間約定大家不見不散。人生，我再出發。